一人一个，家好人哎呀，这个大后囝，逐工找来找去找无人呢。大头呀，你伫这边吼？哎呀，你搁伫咧忝啊？你免做是无？你讲代志啦，代志。欢喜来做伴，有你家这做就好咯。是安怎啦？哎哟，你两个遐有经验，有你两个就好啊。我拢袂要紧啦。有我甲见证两个就好吼，你免做吼。虽然你是真顶顿吼，不过吼，有时若需要着你，你嘛真重要，无你袂使啦。哎哟，也是你讲的我就无要紧啊，无甲真像无。真是遐有经验，你也是有经验，有你两个就够啊啦。讲你淡薄吼，你就你有做你实在是恶人歪理做。什么罪？恶人歪理罪咧，是一句骂人的话哦。意思就是讲咧，人吼若傲慢起来啊，听到会出真侪理由来讲的。听到无？好啦，死去啦！你看你，好啦，莫生气啦，跟你行啦，即马就。你这个人吼，正经的无一世啊，阿里不达的归本机啊。什么机啊？我这是讲吼，你吼有一好就无两好啦。佫什么好啊？有一好无两好，意思就是讲咧，人哦是无十全十美的，有优点，定定嘛有缺点。若是你要求有优点的时阵呢，嘛要接受伊的缺点哦。有啦，有安尼淡薄明白，安尼哎呀，安尼讲这是无明白，你若无明白，我就搁甲你讲互你听。我来讲互你听，你就会明白。你若搁再无明白咧，你就唔通搁再问伊吼。伊一工会使出来2摆尔，伊无可能的第3摆来甲你解释的。无明白，我搁再讲互你明白。好，恶人歪理济，惊你啦！你会讲，大人伫咧等我，咱即摆就听。好，来啦！哎呀，这到啦，行。